山峦，一片生机。大自然设下了千重锁，客家人开发了万宝山。是一条艰苦创业之路，也是一条传播中原文化之路。南来的客家先民多是书香门第、有名望的家族，历史上称作衣冠南下。社会动乱中的创业工程队，一支高文化信仰的建设大军，祖祖辈辈崇尚智力，尊师重教，耕读传家。他们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哺育代代后人，振兴修身，兴家创业，勤劳简朴，自强不息。在这7万多平方公里，以前是人迹罕到的深山南方之地，创造着辉煌业绩。如今闽粤赣山区呈现出的是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被称为客家金三角。客家人开发了金山银山，客家人还要漂洋过海。一部客家史就是一部前进史，从中原大地到南方山区，从农耕社会到工业文明，他们不停地走。7万平方公里太小，他们走出了山区，遍布大半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不为大，他们走出了国门，下南洋，过欧美，踏遍了全球。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有人把他们比作亚洲的犹太人，中国的吉普赛人，而客家人迁徙到哪里，就开发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息繁衍，兴家创业。千年做客虽是客，四海为家，处处家。客家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它根在中原，长在华南，屹立在中华大地，枝叶伸向全世界。
这茫茫苍苍、雄浑幽深的神秘世界，孕育了被称为特别坚强、特别优秀的炎黄子孙，中华民族极有活力的一个民系——客家人。他们承传了中原文化，弘扬了民族精神，创造了辉煌业绩，显现着特异风采。这座庞大的圆形物体耸立在山区大地上，外国人说是天上降下的飞碟，地上长出的蘑菇，怀疑是火箭发射井，还说是不可思议的怪物。这不是什么天外怪物，也不会射出火箭，这是客家人建造的住宅，在闽西、粤东、赣南随处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夯土建筑技术。商周、秦汉时期建造出了露台、姑苏台、万里长城。客家先民把这种建筑技术带到了南方。南方雨水多，湿度大，聪明的客家人将生土配料发酵，加进石灰、砂石，做成三合土，甚至加进糯米、红糖、蛋清，筑成的土墙就像现代水泥一样坚密，经受过7级地震。一把土到了客家人手里，凭着几件简单的工具，竟能建造出如此神奇的作品，有檐楼、方楼、4点金、5角楼、八卦堡、围龙屋，这是一颗颗明珠。你不能不惊叹客家人的伟大创造力。不怪乎外国专家看了目瞪口呆，赞叹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土建筑，神话般的居民住宅。历史上有过土客之间的争斗，更有豪绅官府军阀盗匪的骚扰抢劫，还有外族敌人入侵。于是客家人建造了这种兵战两用、家宝合一的土楼。一旦有战事，它就是坚固的堡垒，庞大的兵营。炮台高度，枪眼密布，具有强大的威慑力，爬不上，挖不动，烧不着，攻不进，真是严阵以待，固若金汤。从外表的坚固雄伟、冷峻威武形成强烈对比，土楼内部却是一派亲密祥和的生动景象。这座被称为土楼之王的承启楼，是一座3环式的圆楼，呈现出环环相套、楼内有楼的建筑奇观。内环是平房，中环2层，外环4层，高达12米4，全楼有400个房间。它是姜氏家族在清代康熙年间费时3年建造的庞然大物，住过600多人。客家人一向聚族而居，敬祖认宗。作为供奉祖先灵位的祖堂是全楼的核心，这是祭祖的礼堂、议事的大厅、
婚寿喜庆大典都在这里举行。整座大楼都由这个核心向四周展开，所有的房门、楼梯、回廊、过道都朝向这个中心，给你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凝聚力。这是一个由若干小家庭聚合在一起的大家庭，各有自己的小天地。有人把客家土楼比作一个橘子，一瓣一瓣紧紧挨在一起，福祸与共，休戚相关，团团围住，生生不息。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世界建筑模型展览会上，中国参展的3件模型中就有这座镇城楼。这是一座2环式中等圆形土楼，内环2层，外环4层，共有216个房间。正中是一座高大的祖堂，立有4根高达7米多的圆形石柱，加上周围用生铁铸成的精美栏杆，看上去雄伟端庄、富丽堂皇。圆形，内含8卦。大楼的外环按圆周8卦分为8个单元，而土楼内左右对称的2口水井，就是太极图上少阳、少阴2个鱼眼。土楼中比圆楼更多的是方楼。这座遗金楼是一个大型的土楼群，最前面是一座6米高、4米宽的高大门楼，正楼5层，左右2边和前楼各4层。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历经3代人用了70年才完成。全楼占地10300多平方米，共有400个房间、25个厅堂，住过700人。客家土楼，圆是天的象征，方是地的象征，而围笼式五凤楼则是天圆地方的综合体现。这座土楼叫围笼屋，土楼后部弧形横屋就是围笼，象征阳；土楼前面半圆形池塘象征阴，合起来就是圆形太极，阴阳两仪。包在太极两仪中间的五凤楼是方形，人们居住在这个天圆地方的小宇宙中，体现天时地利人和三才合一。五凤楼的造型是中轴线上3座厅堂，左右各有横排厢房，有过道通连，合成一个方形的土楼群体。按
按东西南北中五方，含金木水火土五行，表示五方一体，五行相生，体现了客家人顺应于天地宇宙的运行规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希求太平兴旺、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土生土长的土楼遥遥相顾，有一座风格奇异的洋楼，这座楼叫做莲芳楼，它在梅县的白宫镇，是旅居海外的客家人在30年代回到梅州建造的。好，我们它的外部吸收。好，谢谢。因为我们要有点赶时间哈，接下来哈，那就在还有两段哈，他就在我们刚才看了哈，就说客家人在原乡啊，在大陆啊，就跟那个我们那个他生长的地方啊，这个生活的环境，就跟山是有关系哈。所以各位看到说跟山、梯田，它是特色一项哈。它绝对不是海啊，它是靠近山区的地方。那么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宗教啊，在宗教方面我跟现在介绍一下哈，就是客家人比较特殊的，像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说，每一年啊，我们看到有什么义民祭啊，北部有义民祭啊，这个节目对客家人来讲非常重要。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义民啊，义民就是忠义之民哈。那么就现在清朝时代啊，那么很多那个有兵变，有一些作乱。那在台湾呢，那清朝因为管不着，那治安比较不好。那么还有客家人移民到台湾来以后，有一些跟闽南跟河洛之间的这个有恩恩怨怨哈，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互相之间的那个骚扰啊，互相的攻击哈，这种事情发生。那么在台湾北部来讲，就在清朝这个清乾隆哈，清乾隆还有清同治跟清康熙年间呢，这个发生了好几次。比较重要的就是有林爽文事件，还有那个遵照戴朝真事件哈。这几个事件里面，客家人啊，因为清朝他的兵力没办法到台湾啊，那对治安上有一点缺陷啊。那么他这个客家人就组成了一个义民军哈，来协助这个清朝来平乱。那么平乱以后，那个清朝政府就这个平乱的过程里面啊，这个义民军啊死伤非常惨重哈。那这个就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在这个我们那个新竹那个枋寮啊，那个新埔的地方有一个叫义民庙的哈。那么当时啊，在平乱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这个义民军啊就死伤非常惨重。那么他在把这个事情平乱以后要回师的时候，那总共啊有2次啊死了300多位。那么300多位，他要收尸的时候哈，那牛车啊，他这个牛车以前没有什么车嘛哈，他这个尸体啊就要搬到那个牛车上来，要来载回去。结果那个牛车跑到这个竹北这个新埔这个地方啊，他不走啊，怎么赶他都不走，这个牛也赶不走。那这个没办法，那有人就想那个一个办法，就说那么是不是请示一下寡家灰嘞哈？那请示一下，既然说同意啊，所以把这些义民军啊2次，总共有2次300多人就把它埋葬在这个新埔义民庙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啊。所以呢，每年啊，这个我们客家人啊，都对这个义民呢，这个非常的一个尊敬啊。每年都有一个祭拜的活动，所以各位在那个电视上面啊，都经常会看到啊，这个义民祭啊，义民祭，它有10几个那个范围，包括桃园、新竹、苗栗，桃园、新竹这个10几个乡镇哦，以前有从5个村、5个庄啊轮流祭拜，后来一直增加，到目前呢大概有15个那个村庄啊联合拜拜，就是说每一年轮流。
15庄大拜拜，抬大堤哈，那个杀猪公啊，这个场面非常大，所以说这个义民祭对客家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啊。另外就是客家人在三山国王的一个啊，那个我们打鱼的时候拜妈祖婆嘛哈，就妈祖庙比较多。那客家人来讲，有一个叫三山国王庙啊，这个是他代表客家人的那个三山国王庙。那在全省的三山国王庙也非常的多，有三山国王庙的地方，就表示说这个客家人有在这边落地啊，有这个点，这个客家人在这边曾经在这边这边落地过啊。那么这个是在宗教方面，这两点是有需要来跟各位介绍的。那接下来哈，我们呢就来在另外一个主题哈，来教各位讲客家话啊。很好玩，客家话很好玩啊。那个哈，各位啊，可以看你们那个手上的资料哈。那好好学哦，等一下我要抽问哈，他答对了哈，有奖品。不过名额有限哈，名额有限。好，各位那个手上看哈，对不起，没有，手上的资料。然后各位看这个投影片哈，那几个比较重要的哈，经常会用到啊，第一个国语我们讲老师哈，老师嘛哈，他讲客家话，欣赏，好，各位跟我念哈，欣赏，欣赏，欣赏，好，欣赏，好，啊，这个第二个早安哈。早安，按奏，早按奏，按开奏，也有人讲到按开奏，按奏啊。第三个，来，漂亮哈，漂亮，按讲，什么按讲？你们各位经常听到那个在放有客家歌曲的，就有什么按讲啊，那个罗时丰啊在唱的什么按讲，哈，按讲，好，这很漂亮哦。讲啊。那个男孩子怎么讲呢？圆头 N 倒哈，眼好N 倒了哈，眼哈。那个这上面我没有列出来，这个因为等一下我们来做，等一下添加哈。谢谢哈，我们这个是比较这样用到，谢谢哈，按字声。另外一种腔调，另外也有人讲到神哈，陈蒙你啊哈。好，陈蒙你按陈蒙你啊，那按字声是比较，这是属于视线的哈，这个是在经常在讲的按字声哈，所以你经常会听到朋友啊，你的周遭朋友会讲，人家跟你说谢谢，你按字声哈，就是讲客家话就讲按字声哈。这个女孩子哈，女孩子啊 ，say my， 很好听哈 ，say my， 男孩子呢 ，say my。谁来？这也是几个关键字哦。我们这样哈，我们再一遍哈，再一遍，人家都来复习一下哈。来，老师啊，叫欣赏，按奏，漂亮的按讲，再见就张来了。按字声，女孩子的 say my， 男孩子 say来，会读了没有？啊，会。这个因为哈，我那个资料上面没有传出来哈。所以没有跟他注音哈，可能比较吃力一点了哈。那这样好了，
那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哈。我先说，谁来举手。谁来？男生赶快举手。我举手都表示他听得懂啊。谁来都。男生，你不是男生哦。谁来举手。谁来都举手。你也是女生哦。举的比较多一点。谁来举手。对，你也记不到吗？谁来？好，谢谢。谁来？哦，好，谢谢。刚才既然有同学现在在举手啊。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关键字哦。我说，现在的时候，现在不能讲说暗讲啊，对不对？现在应该说要引导嘛，引导嘛，引导。闽南话叫引导，客家话叫引导啊。我说现在，那女孩子要讲什么？不是，要讲说引导。C 猫暗讲，这样才对啊！你跟我说 C 猫，你说引导，这样就错了啊！好，那么我讲 C 来就 C 来讲C 来，好，张老师听最老师C 猫暗讲，对这样各位同学都很清楚哈。所以以后你们就 C 猫暗讲，C 来引导。老师找你们每天，我看你们贵校的那个同学啊，很有礼貌啊。那老师说，老师找欣赏暗奏，欣赏暗奏，我明天还在这里哦。现在今天早上来，我问到各位同学吗？你们各位不要忘了跟打招呼，欣赏暗奏。好，可以这个暗之声暗之声什么暗之声。那我要说什么？会讲。我点一位同学会讲的。请举手，反正都刚才教过的，请来秀一下来，男同学，派代表的。雍少文客家人。陈一中同学可能在睡觉好了吗？陈一中同学不要害羞来，没关系，很好，很简单没关系，谢谢。你现在碰到我了早上8点钟我到我们学校来的时候碰到我，那怎么讲呢？早上我到我们学校来的时候碰到我，那怎么讲啊？欣赏暗奏。100分，谢谢。发音也很标准发音也标准。那个讲的这个比我还好。那再一位，陈立中同学，快，机会要让给别人哦。有没有？还有没有知道会有的？来，国一12班李正汉同学。一样的问题，很简单一样的问题今天早上遇到我你怎么讲？欣赏暗奏。谢谢。两位你看赠送这个伊朗的童玩节里面有这个贴纸你看每一人都赠送一份另外有一份要赠送给我们这唯一的客家人刚才那位同学，刚才举手他是我们唯一的一位客家小朋友。他是哪一位？跑掉了。在这里。在这里。站起来。你可以跟我讲一次吗？全部都讲一次来。没关系。拿着。能吗？行吗？这样来试试看。讲一下，按照这样会讲
应该没问题吧？你是讲视线还是海风？视线。哦。好，你说，麦克风靠近。什么诶？你说接的话，接按讲什么的话，你应该就按讲。什么诶？讲。哦，对，好，谢谢。请坐。收到了。我们辛苦中学哈，这个程度是真的是力有一的哈。老师这边有人自愿要讲。这样啊？哎，来。哦。好，谢谢。我那个讲你们相顺可以。好。请老师出题。全部都念一遍好不好？行吗？全部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试看看哈，试试看，全部念一遍。没办法。肾伤。没关系，没关系，他可以注音的不错哦，不错哦，真的，哎，就这样，好 ，OK， 好，开始。上。现在。新生，对，安装，安装，真来了，长来了，安子谁？什么呀？新梦一。新梦一。新梦一。小。谁来？谁来？哎，不是。谁来耶？啊，对。我就说英国中学真的是哦，这个水准实在是语言哈，这个天才，哦，很可以，很可以。国3-7输英语，是不是？谢谢，好，接下来哈，因为时间剩不多哈，我们赶快，还有一个我们来唱一首客家歌曲哈。这个客家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么等一下那我先念一次哈，天公天公啊，这个天公拿哈，各位可以看你们手上的资料哈。跟着念，天公拿落水呀哈，落水就是下雨哈，就讲的下雨。天公这皮公哈，我们我解释一下哈。天公就是我们皮公哈，那落水啊哈，落水哈。阿妹呀，阿妹生妹嘛，刚才阿妹就是女孩子嘛哈，好。呆脸丑母来到河水边，他带着那个草帽来到这个河水边啊，来到河水边，那河水啊又清又清，各位看那个中文清又清啊鱼啊他念的时候叫在水中在水中给游来游去，就说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哈。那等一下我们先放那个有声的那个第12首哈，那我们开始来练习来唱啊，跟着那个 CD 放的来唱 ，OK。开始。Yeah.
下来我们放那个空白带哈，空白的啊，跟着要跟着那个 melody 来唱哈。好痒哦。可以了。那2分钟啊，2分钟就要结束啊。天空啊，落水啊，在天空糖水啊，真有情，在水中的手来手去，天空啊，落水啊。在天空，我看见糖水啊，真有情。在水中的手来手去。间奏啊，一定要一起唱啊。天空啊，落水啊，雨啊，在天空我糖水，糖水啊，真有情。在水中的手来手去，天空啊，落水啊。不错哈，这个因为这个歌谱哈，大家应该耳熟能详。说你们要变成客家话，可能会稍微吃力一点，因为时间所限哈，也没有教各位发音哈。那上面我有把它注了2次，一个是用通用拼音哈，还有一个是用啵啵啵的把它注起来。那么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大概可以学着唱看哈，至少啊可以学会一首客家歌曲。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天空啊，落水啊，梅啊，地动土木，地动糖水，糖水啊，真有情，在水中的手来手去。39.9分啊，是啊，感谢咱董老师啊，我不要用客家话来给你们喊子声，是，好，我们谢谢老师，来看看你们会不会哦。等一下，我就要考你们了，用客家话来谢谢老师，来，预备，开始。是谁？请长。北外哦，嘿，给自己鼓掌。好，我们感谢王老师，谢谢。好，我们现在下课休息啊，到下。
完以后，大概做成效啊。那我们1年之下的课程啊，1年我们下的课程呢，同学会打瞌睡哈。那么我们在这个12点半到1点这个30分钟里面，来教各位同学这个太极健身操啊，文学聪明太极健身操。那为什么会聪明呢？啊，同学一定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会聪明？啊，那么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哈，这个增加血液循环。好，我们呢每个同学，那么在这个30分钟一下来以后，这个整个精神抖擞啊，那么你下午大概精神啊，这个上课精神都来了啊，所以就这样哈，我们这样开始的时候哈是这样，我大概先从这个各位同学那个资料上面应该是有说，我有印了一个我们今天那个课程哈，里面它有2部分哈，这个要教各位同学2部分，一个是热身减肥关节操，这个里面有25节哈，25个小节。那第2部分是气功8式哈，那这边大家这个学了以后啊，这个以后你们我们也有功夫啊，也有功夫啊。那么这样哈，刚开始哈，那首先从这个25节这个关节操开始来讲哈，它里面我有讲到哈，那个活动身体各关节为主，具有增强体质、清醒头脑啊。刚才我解释的那种功效。那它这里面25节里面哈，前面第1到第4节是讲这个头部运动，啊，头部运动，就它这个左转右转啊，左转右转啊，然后前俯右引后引，前面后面引，然后这个是头部运动，啊，然后再左靠右靠，左绕右绕，啊，这个我大概先讲了，给大家快来实际来操作这样。那下来就讲这个它是从头部开始啊，从头部开始，因为四肢、胸部，这个一直到我们的脚趾啊，这个顺序，按照这个顺序，而且是扩张顺序，那么这样一路上运动关节的部分来运动啊。那下来是伸背下拍哈，那要我们做的时候，伸背下拍哈，伸背下拍，然后伸背内拍，内拍，外拍。那我们做这个时候哈，我现在先讲各位同学想一下，做这个运动啊有一些规则哈。说我现在第二部分的话一起讲，那我们在做打这个做运动的时候有一个规则，说我们在打的时候说第一个。一下我们做的时候，那个关注脚站腿，关注头部那个肩膀朝上啊，然后那身体要轻松，那面带微笑啊，不要好，我觉得要面带微笑，心情非常好的啊，用良心纪念。那要以意引气，意气相随啊，所以我们用意念来带我们的气，然后再意气相随，这样来做。它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放松啊。但是在这个第2部分好，那我现在就先介绍一下这个第2部分的话，现在我们要做的时候大概要注意部分啊。那再下来哈，是内外拍哈，外拍。你看内的话是往内，那我们一般的一个原则说，我们在向左的时候是要吸气，好，向右吸气，向上的时候哈，向上都是吸气，放下来呼吸。放向下都是吸气，啊，当然这个有一个脉络啊，就是说一个在做我们这个动作的时候，大概要注意的注意的事项啊。它肩向前转啊，肩向前转，就顾名思义嘛，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说肩向前转，哦，这个已经转到肩了，那向后转，好，然后胸前拉前啊。要拉开，好，拉起，然后胸前对拍，好，一时一动，好，对拍，两侧下拍，好，起膝托掌，好，那个起，哈，那个膝盖要弯起，好，托掌，好，手要往上托，起膝托掌，左右挥拍，一挥的时候在45度，哈，从正面开始，由手先手后右，哈，
每一个动作，这个每一个小节的做16次，好，那8次，来回就算1次的话，那就28拍哈。那体积多少？左右挥拍哈。这个左右挥拍哈，腰前下拍，腰前下拍，好，那我们腰部的前面这个手下拍，手胯前掌哈，我们要那个左脚向左跨1步，然后手要旋，右胯前也是一样哈，右胯就往右边哈，右胯前掌，握前跨步。那我们在跳的时候哈，尽量手部要靠近膝盖哈，尽量哈。身部挥手，身部挥手，身部挥手，身部哈挥手，左右托按啊，托这个下按上面要托了啊，往下要按好的，左右托按，叫下托按。那背部挥手啊，背部脚要离后退啊，背部挥前啊，挥前啊，背部挥前。背部拍手，垫这个挥手垫步哈，这个我们这个挥手的时候，那个你那个脚哈，那个脚跟比较低，脚尖比较提起来啊，这个脚跟提就可以啊。这个是挥手垫步哈，再下来是眼睛卡住哈，来看看这个20秒啊，这个总共。时间的话是在7号好，那接下来就这个太极气功18式哈，那它里面有所谓气功18式，就是有18个动作，那个动作名称都在上面。那第一个是受天观天，好，强健心肺，如意合掌。那受天观天我们在做的时候啊，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你那个45度哈，我们这个手45度，我们看看啊，45度好。那我们做的人是受天观天，也用那个挑战啊，眼睛挑战，受天观天，强健心肺。我们那个手抬高抬平以后，往两侧，往左侧，往两侧扩胸，把它回复原位上来，然后再往右边一样。那第三个动作是如意合掌哈，这个就比较简单哈。你那个合掌的时候哈，如意合掌。接力上刷，那个我们那个都是从左脚开始啊，接力上刷，上刷啊，然后再回来，手右这样各做啊，接力上刷，手挥琵琶，手挥琵琶哈，就是你做的时候，那个脚跟往前，这个我们讲哈，脚跟往前是脚跟着地啊。每一次都是脚跟，不管你左脚右脚一样。我们先等一下会放音乐哈，配合来做哈。双手中间哈，双手中间。海底双弹哈，海底双弹啊，双弹我们这个手我们在做得到。手侧踢啊，接下来是举手侧踢。那么举手侧踢也是从左边开始啊。我们外部啊，外部，然后侧踢，这手啊，侧一步，好，然后再退回来，下来，好。起手侧踢，云手单边啊，云手。那么我们在打太极拳的时候，云手是，你云这个叫云手，他们在云手单边就是一个佛手，单边它过来以后，然后再回来，这个有一点困难度了啊。那这个云手单边，收翁直式哈，收翁直式，我们像插秧一样啊，从左边开始。
来，再拍两颗，右手边，右边，右边，左边下哈，又一样啊，再回来，一个左边，再右边啊，一次拍两颗。直接独立啊，直接独立这样，也是由你这个手掌啊，这样。接近独立的下啊，这个在这个18次记录里面下降，啊，一样，勾手下指啊，勾手，你在勾的时候哈，那个手就左手来到这个下的部分，然后要这个大，一样，这个要勾手下指啊。挥手挥打，挥手挥打，这个动作叫挥手挥打，挥手挥打。当然要合挥接球，啊，合挥接球，两手做眼啊，画眼，啊，好一个心，好，这样啊，啊。拍手真快啊！站得慢点啊！哎，这个就是啊，三星如果像那个3D一样啊，垫一下啊，下来，一样啊，这样按照这个节拍往下下。裂开笔啊，左右，啊，左右，不要往后仰啊，左右啊，把那个腰稍微反一反啊，这，离心进气哈，这个叫收风啊，这个离心进气，我们这来啊，离心进气就要。这个18就是要收完毕了嘛，第18个动作要收风，收风的动作，那么这个就要继续好像把这个气要满下来啊。那这个手画线以后抬上来，上边吸气嘛啊，吐气，这样来，这样做8次啊，这样的话，那这个18次是刚段落这样啊。那我们等一下就放音乐，从放音乐。各位同学，那个你们那个椅子哈，那个空间线啊。那注意安全啊！各位同学注意安全啊！你们要放轻松啊，放轻松啊，习惯的感觉。小心不要拍到啊，谢谢你啊。
各位同学来做。小雨老师来上课了，他就不上了。明天再见，再见。先谢谢各位同学啊，现在不会想睡觉了啊，谢谢。谢谢童老师啊，童老师那个昨天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哈，他还在宜兰的社区大学，昨天晚上这个忙到很晚啊。那今天啊，这个又一大早就起床啊，这个坐火车从宜兰来到这里呢，坐了6个小时啊。感谢你的掌声，非常温馨，非常好。歌谣，讲师介绍，我们请国2 12班苏浩芬同学来为我们介绍。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中2年12班的苏浩芬。今仔日是咱大家期待足久的文学营。虽然讲一定等半年才开始来举行，但是相信咱的心情嘛是都同款的快乐。今仔日咱邀请到真侪作家，其中第一节所要介绍的就是咱的客家老师董庆祥老师。董庆祥老师，伊是宜兰社区大学客家文化的教师。伊有教育部客家文化教师的认证和合格。那呢，伊阁是南门堂树定雅集2号的头手贤。上重要的是，伊阁会晓太极气功。来，全力发挥，今天独立，向如意合掌。我已经回去啊啦，今嘛请咱的董庆祥老师来给咱介绍一下。双胞胎啊！双胞胎，2位才女双胞胎。好，热烈掌声迎接童庆祥老师。这样好。童老师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各位见面。那俗语说好事多磨哈。那本来我们这个营队在今年的3月到4月都今年的3、4月都要举办。那因为是 SARS 的关系，所以一直延到这2天才来举办啊。那么，大家好。
照。母亲节活动设计比赛得奖作品。